12月30號啊，呢一個嘅星期二嘅呢一集嘅鱷魚談，亦都係本年度最後一集嘅鱷魚談啦，老友記。好啦，大家啱啱頭先睇完呢條片，哇，見咗萬人空巷，人頭湧湧，做乜鳩啊？排隊攞呢一個嘅平安米啊，排隊一個嘅穿羽毛球拍等撳鐘啊，定係一個嘅買黃牛飛啊，定係等開場打羽毛球，定係點那樣呢？咁啊，通通都唔係，係嘛？幾萬人呢，就係集合咗一笪嘅地方裏邊呢，就係湖南嘅韶山。咁啊，問起呢個地方係出產啲乜鳩嘢嘅呢？咁我就唔諗地圖，但係出產咗一個嘅人渣撲街冚家產啊！呢一個嘅中國嘅大魔頭毛龜公毛匪毛澤東就係佢嘅呢一個嘅故鄉啦。咁啊，人頭湧湧喺度排隊喺佢嘅家鄉裏邊做乜撚呢？原來呢就無他嘅，因為呢條嘅柒頭呢，就係忌神啊！原來咧佢出生咧到而家咧就已經咧就有132嘅週年，咁呢就係個木嘴咧就係排隊手持呢一個嘅菊花，對撚住毛龜公呢一個嘅冚家產嘅銅像咧就係三鞠躬，再鞠躬，家屬謝禮，就悼念呢一個嘅一代魔君。咁我係好撚唔撚明白中國人嘅呢一副嘅德性㗎。咁呢啲嘅冚家產咧喺深圳河以北嘅撲街咧，成日對我哋香港人就指指點點。又話我哋乜撚嘢認賊作父啊，認鬼佬做老豆啊，親英戀美啊，數典忘宗啊，如此類推。屌你老味，咁數典忘宗就數典忘宗啦，認鬼佬做老豆，認鬼婆用老母，有啲乜撚嘢嘅問題啊？係嘛？人哋教到我哋知書識禮，係嘛？上曉天文，下曉地理，係嘛？又識英門，同國際接軌，擁抱普世嘅價值。最緊要嘅一樣嘢。人哋雖然同我哋嘅唔同一個嘅祖宗係嘛嘅一個嘅種族又唔 Q 同啊，但係一心一意啊，即係幫香港啊建設香港大英帝國啊，令到好多嘅一啲嘅香港人啊脫離野蠻民族係嘛，脫離一啲嘅愚昧啊封建啊笨柒嘅一個嘅思想，做翻一個嘅正常人，攬住佢嚟擦鞋啊錫囉柚啊都嚟唔撚切啊係嘛？你呢班咁嘅柒頭10幾億嘅人係嘛，中意呢一個嘅擁護呢一個嘅毛龜公毛澤東，實在令小弟咧就係匪夷所思。點樣咁講法呢？喂，大陸啲人對佢真係救星嘅喎，神台級嘅呢一個嘅彈數嘅喎，好多嗰啲嘅屌啊星嘅出租車司機啊，揸車穿州過省嘅呢啲嘅運貨嘅呢一個嘅大佬啊，喺個 dashboard 上面啊都供奉住一個嘅毛龜公。哇，輕則就係講究啲牛鬼蛇神，重則嘅就係賜佢法力，可保佢出入平安。落咗車之後唞一唞啊，去揾一啲嘅廉價妓女出入啊，都肯定唔會中咗呢一個嘅性病，可保條雀雀嘅平安添。哇，唔係咁撚勁抽係嘛？我就對毛龜公呢個嘅撚樣咧就係完全嗤之以鼻，因為我覺得佢就係世界上面殺人最多嘅大魔頭，亦都係喺中國裏邊殺嘅中國人最多嘅冚家產嘅兇手，乜撚嘢成吉思汗啊、皇太極啊、努爾哈赤、朱元璋啊、秦始皇啊、乜撚嘢隋煬帝啊、董卓啊，如此類推啊，乜鳩嘢中國嘅暴君啊，殺嘅中國人啊，加埋裏邊嘅屌你老母嘅一個嘅總和啊，都唔夠毛龜公殺中國人殺得咁撚多。更加唔撚好講咧，係咁依殺咗你百零萬呢啲嘅中國人嘅架仔，架仔真係排隊都未見得到，屌你老味喺冚家產嘅隊頭啊，有排都未到架仔。點解會咁撚殺人咁撚多嘅？大家你可以諗下，毛龜公呢一個嘅冚家產係嘛，即係喺個共產黨裏邊奪權，咩 AB 團啊、互鬥啊，如此類推，跟撚住就屌你老味閪，就搞呢一個嘅打內戰啊！係嘛？將中國國民黨趕出中華大地，咁諗下呢度已經係死撚咗一大堆人啦。跟撚住贏撚咗個江山翻嚟，又要咩嘢土改啊、鬥地主啊，哇、抄家產地啊咁樣，殺撚咗幾撚多嘅知書識禮嘅知識分子有產階級，
死得好撚多啦，係嘛？然後跟住又土地改革，係嘛？再跟撚住就屌你咩三反五反上山下鄉，哇殺撚一大堆嘅呢一個嘅知識分子，又搞啲乜撚嘢大躍進大電鋼，卒之變撚咗個大饑荒，唉真係多得你唔撚少啊！陳少琪都屌柒你啦，3分天災7分人禍，唔係你條個無歸公累撚死咁撚多中國人，點會餓鳩死成3-4千萬嘅呢一個嘅中國人呢？更加未撚講佢屌你老味擁啲冚家產戇鳩鳩走去屌你老味打韓戰嗰啲嘅人民志願軍就係呢一個嘅係嘛超英趕美係嘛懲罰法西斯又咩打倒帝國主義，跟緊住屌你咩又唔撚夠裝束唔撚夠棉胎御寒衣物。走去打韓戰咪凍撚到條雪條咁樣，佢又死好撚多人，係嘛？然後跟撚住再到最後嘅臨尾嗰陣時啊，屌搞一個嘅文化大革命，係嘛？奪翻個權力翻嚟，哇！嗰啲嘅屌你老味嘅紅衛兵啊，你打我，我打你，你鬥我鬥你都唔撚知死傷不計其數，大話，屌你老味閪啊！上則1億人啊，下則6-7千萬人啊！俾你個無歸東啊！屌你老味死喺你嘅一個嘅正式同埋非正式嘅間接同埋唔撚間接嘅一個嘅方法之下，真係只有屌你老味係數得少啊，冇嫌多啊，係嘛？咁所以即係我真係唔諗明中國人係咪彎撚咗啊？屌你老母呢一套咪進撚咗水啊，腦袋進水啊！乜撚嘢叫做屌你老味認賊作父咧？你頭先睇完呢條嘅片咧，你就絕對明鳩白啦！呢啲中國人就真係識得認賊作父嘅，係嘛？即係殺撚咗佢哋咁撚多呢一個嘅同胞，係嘛？分分鐘屌你老味係總有自己嘅親戚，都一兩意見啊，都係經毛澤東啊！屌你老味鬥鳩死、害鳩死、累撚死嘅，係嘛？竟然當佢神咁拜，仲要屌你老味浪費人生光陰喺佢嘅銅像裏邊，屌你老味鞠躬叩頭啊！你係咪真係咁撚笨柒嘅咧？咁啊唔單止去啊呢一個嘅湖南韶山嘅毛澤東無歸公嘅歸竇裏邊咧，就係屌你老味鞠躬獻花。甚至有啲人喺北京啊，一個嘅毛澤東紀念館啊，天安門嗰頭啊，係嘛，都仍然啊喺度排隊入去睇下佢嗰條嘅撚屌鹹魚，唉，屌你老味係睇鹹魚死撚到，屌你老味係冚家產天寒地凍咁樣排隊入去睇咩？去屌你我哋香港長洲大澳大撚把鹹魚有得你睇啦，使撚咁撚戇鳩排長龍咩戇鳩鳩？咁好啦，咁啊依紮嘅人咧就係即係喺呢一個嘅12月25號開始。就走去咧就係紀念無歸公啦，幾萬人咁樣就係走撚咗去佢嘅老家裏邊咧，就係慶祝佢332週年嘅忌辰，咁啊排撚晒長龍，咁啊呢一種咁嘅情況咧，歷年以嚟咧就係越嚟越嚴重，越嚟越多人咁啊，彷彿咧就越嚟越懷念呢一個無歸公。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點解中國裏邊中意咗呢一個嘅無歸公咧？係嘛？有翻呢一個嘅無熱咧，係咪嗰啲嘅死人死得屌你咩唔撚斷氣嗰啲嘅老而不文革啊，或者係紅衛兵嗰啲嘅剩餘嘅死剩種，係嗰啲嘅老嘢啊、廢老啊，係嘛？忽撚咗上水嗰啲嘅，屌你老味閪嘅腦殘嘅老人家，係咁樣去自發去悼念佢哋嘅兒時偶像咧？咁啊唔單止係佢哋喎。而且越嚟越多一啲嘅年輕人，18、20幾啊、20零30幾啊，呢啲嘅新生代嘅中國人咧，都竟然啊，屌你老揈係嘛，即係中意咗崇拜一個毛澤東，集體去獻花啊，希望咧就係即係重回毛澤東嘅呢一個嘅時代，有毛澤東嘅思想領導嘅國家，有人民嘅大救星係嘛，即係領導中國咁就非常之正咁啊！呢支班啦，咁啊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幾萬人集合喺度唱紅歌係嘛？朗誦毛澤東嘅呢一個嘅思想，係咪朗誦佢嗰啲嘅屌你老母嘅語錄啊？即係讀佢嗰啲嘅精神啊，如此類推，仲要唱乜撚嘢？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撚咗個無歸公，係咪？即係唱啲咁嘅紅歌，仲要跳埋啲咁嘅屌你老母嘅中字舞，哇！咁撚樣嘅情況，揈撚晒呢一個嘅紅旗，哇！蔚為奇觀。我就好撚奇怪，因為我睇呢個新聞嘅時候，令撚到我自己嘅就覺得屌你老味好撚真係正宗，真係好撚詭異啊！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我一直都覺得中國雖然呢一個仆街冚家產嘅鬼民族鬼國家，過去呢咁撚多年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屌你老味嘅賓州，但係亦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呢一個嘅係嘛長進係嘛，君不見中國裏邊嗰啲嘅基建係嘛好撚現代化。哇！又射人上太空，屌你老味又無人機，屌你老味又呢一個嘅人工智能啊，或者係呢一個係嘛，即係機械人啊，如此類推，哇！好撚多一樣嘢喎，網上邊又多網購，係嘛幾撚方便又電子支付，搭的士又唔撚使司機，哇！黯然一個嘅屌你老味嘅走在時代尖端嘅超級大國，超級現代化。
毛澤東嗰個時代做乜撚嘢啊？啲人屌你老味咪傻撚咗啊！褲啊都係可能一家就係屌你老味得一條，係嘛？老豆着撚完之後翻去屋企就屌你咩借俾阿仔着完就翻學，係嘛？一個唔覺意阿仔屌你賴肚子係嘛？食得啲嘅肥膩嘢賴屎整污咗條褲就仆街啦，兩父子都冇褲着咁撚滯，係嘛？屌阿識冚家產，我仲好記得70年代上去大陸啊！哇！佢嗰啲嘅米啊，都唔知係咪屌你老味49年嗰啲打仗剩餘嗰啲嘅屌你老味嘅備戰物資啊，旱撚過屌阿星冚家產啊！一個葉劉過閪啊，一滴油水都冇啊，黃冚冚咁撚樣，我真係完全唔夠明白係嘛？嗰陣時啲日子係點撚樣過㗎？話物資又短缺係嘛？又冇娛樂，個個係着一撚樣嘅一個嘅毛裝，唔係得顏色就一係就灰，一係就鴨屎綠，一係就藍，屌你老味閪，冇其他啲嘅屌你老味嘅顏色㗎。點撚似而家啲女咁樣樣？哇！花枝招展，個個都性感尤物，屌你拎出嚟做，下下都可以一劑一 Q 收2800係嘛？哇！個個都屌你雞樣咁樣樣。嗰陣時啲女又唔識化妝，又話撚突係嘛？哇！而家你中國裏邊巴撚閉閉係咪？屌你老味，點解會諗翻呢一個嘅毛澤東嘅呢一個嘅時期係嘛？崇尚翻毛澤東當家作主嘅呢一個情況咧，更何況係嘛？而家嘅呢一個嘅時代。經歷過江澤民啊、胡撚圖啊，係嘛？仲有呢一個嘅而家係咪習大大啊？佢哋帶領嘅一個中國走向一個嘅極端現代化，尤其是係呢10幾年啊，習近平呢個賓州短春代大，黯然咧就覺得佢係屌你老味個毛澤東嘅接班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自己亦都變撚咗個習陰核，習核心係嘛？呢一個習核心咧，乜撚嘢都係以佢嘅思想去主導中國嘅發展。下至呢一個嘅冚家產剁肉餅係嘛？私人到打飛機，跟住到救火係嘛？上太空經濟啊、治水啊係嘛？防震啊乜撚柒柒嘢都係用習近平嘅思想去主導佢發生嘅。咁啊直情就講真就係習升就無降啦係嘛？咁啊習近平啊直情係中國裏邊嘅新嘅一個紅太陽。咁但係點解行翻轉頭崇拜歌頌一個毛龜公嘅咧？近幾年啊，中國啊喺一個嘅官媒嘅一個嘅喉舌之下，毛龜公嘅一個嘅影響力啊，或者佢嘅 coverage 啊，已經係大幅減少嘅喎。佢啲嘅思想啊，甚至喺學校裏邊啊，都唔係點樣樣去教啊。咁啊，客觀啲嘅社會進步咗，時代進步咗，人民嘅喺科技裏邊令到中國嘅現代化得益咗，係嘛？仲有係嘛？即係主觀嘅就係喺官方裏邊吹捧一個習近平。話佢勁抽到無倫係嘛？學校啊、媒體啊減少咗毛澤東嘅思想嘅一個嘅主導啊、報導啊咁樣嘅情況之下，照計大家就已經係唔撚記得呢一個嘅柒頭㗎啦。點解仲有咁撚多嘅一個嘅年輕人走嚟呢一笪嘅地方裏邊高調咁樣紀念呢一個毛澤東而且咧係嘛？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即係話俾人哋聽。唔通我哋而家嘅呢一個嘅主上習大大唔撚夠毛龜公咁撚巴撚閉，唔夠個毛龜公嘅影響力咁撚勁抽係嘛？點解會咁樣啊？甚至無網上邊專門研習一個嘅毛龜公嘅一個嘅思想嘅網站真正得官方認許嘅低撚到得2個。一個就係叫做烏有之鄉，另外一個就叫做紅歌會，咁即係你唔撚揾啊，你都唔撚知屌你有毛澤東嘅呢一個嘅思想啊，係咪？即係作研究，有人去仲喺度屌樂此不疲啊！咁26號嘅毛澤東132嘅週年嘅紀念誕辰咧，咁佢嘅呢一個嘅後人肥撚到搞貓進咁樣嘅呢一個嘅毛新宇。喺啲即係家人扶持之下，哇！因為講真已經係重撚到自己都唔知行唔行得喐啊！咁走出嚟咧就係對佢嘅爺爺係嘛，就鞠躬係嘛，就敬禮咁即係好撚威風係嘛！因為佢即係屌你老味喺獻花懷緬緊佢阿爺嘅帶俾中國嘅一個嘅輝煌嘅呢一個嘅時代，着撚住個軍裝咁樣添。咁官方唯一呢一樣嘢係紀念毛龜東公嘅一個嘅功績咧，就係喺12月嘅26日，毛澤東嘅忌辰裏邊咧，就係宣布延康就係正式開通嘅一個嘅高鐵。咁搭高鐵咧就係唔使行109000里戇鳩鳩咁樣徒步行啦。而家搭高鐵咧就去咗呢一個嘅延安，可以咧就係屌你個鼻係紀念呢一個嘅毛龜公嘅呢一個嘅偉人啦。咁呢一個殺緊咗中國人最低消費都6-7千萬係嘛，分分鐘近億嘅一個嘅屌你咁嘅人類大屠夫係嘛，竟然得到咁嘅一個嘅敬禮，實在我就係好撚奇鳩怪，唔撚明白。但係細心一層諗下，點解中國人要喺而家嘅時代裏邊
即係懷念翻呢一個嘅毛澤東。毛澤東嘅時期有啲乜撚嘢嘅特點咧？毛澤東嘅特點就係屌你老味係冚家產，中國人全撚部都係紅光蛋。無論你係屌你老味左鄰右里，又或者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個個都冚家產窿閪 Jackson， 個個都冇錢，1蚊都冇，屌你老味窮到窿，屌你連精工都帶唔撚到，即係所以咁嘅情況之下，絕對嘅一個嘅均貧，大家都係屌你老味窮撚。而因為係大家都係均貧嘅時候咧，咁啊屌你老味係你又冇飯食，我又冇飯食，你又冇女溝，我又冇女溝，你又冇車揸，我又冇車開，大家都屌你老味你眼望我眼，大家都一撚樣賓州影印，屌你老味一鳩樣咁撚窮啊！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就變撚咗有一個嘅絕對嘅公平啊！乜話而家嘅中國唔撚公平話？哇！如果你夠膽話喺中國好撚公平啊，你屌你老味你喺東方廣場大聲嗌啊！你睇下會唔會俾人間生打鳩死你啊？中國而家嘅一個情況，大家就咁睇沿海嘅城市就好撚勁撚抽，哇！走在時代尖端勁抽到不得了。行上山仲有啲乜撚嘢機械人外置骨架幫助你行山，嚇撚到啲鬼佬目瞪口呆啊，係嘛？又無人機又乜又柒又成。但係你試下去下內陸裏邊啊，嗰啲乜撚嘢貴州啊、甘肅啊，屌你老味齊哈爾啊，窮撚個閪啊，特種警衛嚟嘅堆多。整個中國瀰漫住一個嘅屌你老味嘅係嘛貧富懸殊嘅呢一個情況，更有甚者係嘛，即係亦都有好撚多人發到咧，隻阿媽都唔撚認得。一個楊蘭蘭可以立撚咗千鳩幾億走撚出去中國喺澳洲裏邊嘆世記，特朗普大總統威脅你班中國嘅冚家產夠撚減，屌你老味再搞陣咧，我就公鳩報你哋所有啲上至習近平，下至你哋嗰啲咁嘅屌你乜七常委，甚至冇喺呢一個嘅中共嘅高層裏邊啊，喺海外裏邊你啲子侄帶撚咗流亡出國嘅，有幾撚多嘅呢一個嘅資產貪污貪撚到極點係嘛？仲有啲既得利益者屌揸壓一啲嘅平民百姓，哇！又活摘器官，又屌你老味，又依樣嗰樣，又困鳩人去屌你乜 KK 樂園電騙攞贖金，如此類推。世界充斥住一個嘅不公平，亦都有太撚多嘅罪惡。反之睇翻喺毛澤東嘅時候，就正即係貫徹咗黃子華先生所講嘅呢一個嘅魚蛋論啦。你冇咩？我屌你老味閪，我又冇。你有咩？我要搞撚到你冇撚得有，係嘛？總之大家都冇就最撚開心，係嘛？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嘛？而家習近平就絕對唔係一個嘅公平嘅年代，係嘛？所以佢哋就梗係屌你老味係當撚咗個殺死最多中國人嘅呢一個嘅暴君佢統治中國嘅時候，大家都絕對貧窮，亦都絕對公平，真係一個係屌你老味係最撚偉大嘅呢一個嘅領袖啦，係嘛？咁啊原本喺1990年之前咧，呢一個嘅毛澤東咧，佢個故居就冇乜人嚟去嘅，門庭就好撚冷落。咁自從咧就喺文革打後咁而係跟緊住再去到呢一個嘅總加速師係嘛，即係中國嘅而家呢一個嘅彎道超車最撚耍家嘅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嘅領頭羊習近平佢執政之下，中國嘅問題越嚟越多。經濟又下滑，樓價又撲直，屌你咩股票又插水，係嘛？個撚個都閪口閪面冇水洗面，而且最撚緊要嘅就係年輕人嘅一個嘅失業率高企到屌你咩都唔撚夠膽話俾人哋聽有幾撚多人哋失業連續幾年已經冇公佈大家鳩流流就食地球，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不禁咧就令佢哋咧就加速咁樣去懷念呢一個嘅毛澤東呢一個嘅習近平習主席，除撚咗搞邊撚樣嘢都爛尾之外，佢真係屌你老味係加速 accelerator 咧，令到中國嘅變衰，甚至無竟然可以令到中國嘅年輕人冇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同埋窮過閪嘅呢一個嘅年代，都竟然嚮往翻，希望毛澤東屌你老味有咁嘅一個嘅領導人去領導中國做佢哋民族嘅呢一個嘅明燈。你話死唔諗死真係冇你習近平屌你老味依一咁嘅屌你老味嘅毛澤東嘅無毒都冇撚機會會翻山，就有你習近平就中意翻就屌你老味係有咁撚窮閪嘅呢一個嘅年代，所以習近平做呢一個嘅爛尾熊同埋佢呢一個嘅撲你個街嘅總加速師係絕對咧就係冚家產，只敢認第二，冇人夠膽企喺佢面前咧就係屌你老味嘅認第一。咁歸納啦即係。當然而家就係咩打出一個咩吃水不忘挖井人㗎，即係慎終追遠屌你老味係尊師重道咁呢一個嘅情況出嚟。
實情係嘛？佢哋就係嚮往毛澤東當年嘅為人民服務嘅呢種嘅理想係嘛？呢種嘅屌你乜嘅假大空係嘛？失望於而家嘅一個嘅官員貪腐、貧富懸殊係嘛？最希望嘅就係大家都窮緊個閪，大家就絕對屌你乜一蚊都冇，咁啊屌你乜你眼望我眼拗手指就最撚開心啦。不過咁喺佢哋嘅呢一個嘅黨嘅洗禮之下，大家都認為毛澤東毛災星係屌你乜嘅中國民族嘅救星，因為佢令到民族復興，唔撚使俾人殖民踢囉柚係嘛？中國人爭持奶。中國人橙臍奶都係靠你呢一個嘅屌你乜嘅毛澤東係嘛？有核武有原子彈都係，如果冇毛澤東堅持令到你窮閪係嘛？自己中國整粒原子彈整震裂咗周邊嘅呢一個嘅牛鬼蛇神啊！咁啊呢一個咁有魄力又有遠見嘅精神領袖，梗係屌你老味閪中國人嘅呢一個嘅救星啦！咁啊當然佢哋扭撚曲晒，屌你老味閪冚家產一個人民領袖應該點為個國家民族付出嘅呢一個個貢獻，一位嘅極權主義、強權主義、威權主義、霸權主義之下，佢哋亦都唔撚明白到佢哋做一個嘅國家嘅國民，佢哋應該享受啲乜撚嘢嘅權利，而呢個權利就係俾呢啲咁嘅撚屌獨裁者去霸佔同埋剝削，而換嚟嘅只不過係扭曲咗嘅民族主義、民族嘅威水，咁而令撚到佢哋咧窮撚到閪都好啊，冇飯開啊，屌你冇閪屌啊，都希望要有核彈，都要射嘢上太空，咁你就屌你老味死唔撚死啊！咁啊當然係嘛，喺中國裏邊亦都冇人即係可以公開佢批毛批乜撚柒都好啦，係嘛？講毛澤東啲衰嘢，講佢文革啲遺禍，講佢屌你老味係殘忍成性，屌你咩呢一個嘅共產黨點撚樣去屌擁啲人民出去受死啊？點樣擁啲人出去打韓戰凍鳩到屌你咩賓州都變雪屌啊？如此類推。冇撚講佢啲閪嘢，淨係講佢嗰啲嘅屌你乜嘅扭曲咗所謂嘅國家貢獻啊，乜撚嘢統一中國啊，工業實力啊，如此類推，咁啊難怪你班撚樣屌你咪對呢一個毛龜公有呢一個嘅好感嘅係嘛？咁啊官方有時甚至利用毛澤東嘅屌你老味嘅呢一個嘅懷念啊，去扭曲大家或者係轉移大家對呢一個社會矛盾嘅呢啲嘅控訴啊，亦都係屌你老味係嘛？迴避一啲嘅政治嘅體制嘅改革啊，利用佢嚟歌功頌德係轉移大家嘅視線，強化呢一個民族主義。咁你叫中國嘅人點可以真真正正明白到毛龜公嘅呢一個嘅閪處咧？係嘛？有毛澤東，大家都一定褲穿窿係嘛？即係呢一個嘅情況，竟然扭曲咗，變為屌你老味對國家嘅貢獻，我真係屌你老味拗撚晒頭啦！咁啊當然我哋啊梗係慶祝耶誕，慶祝西方文明。繼續屌你老味認英美做我哋嘅屌你老味嘅再生父母，唉屌你老味認日本人做我哋嘅好朋友，多麼他知阿啲咁多個齋姨媽係嘛？你咪你哋去仇日，你哋咪屌你老味繼續去拜一個嘅毛龜公，繼續窮到窿大精公我都冇撚所謂，即係正宗你有你閪痛，我有我夾餸嚇，大家河水井水不相往還，千祈唔好逼我拜毛澤東就得啦。不過唉諗深一層，今時今日。有蔡若蓮呢啲咁嘅閪婆喺香港裏面搞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嘅係嘛教育啊，香港嘅父母慎防我哋嘅香港下一代啊都被佢哋洗禮嚇，歌頌毛澤東嘅屌你老味當撚咗佢係一個偉人，令到閣下嘅子侄係一個唔覺意，可能過幾耐一兩年嘅未來啊，就同各位講啊，哎呀爸爸媽媽，不如我哋去毛澤東裏邊幫毛龜公屌谷個頭仰慕啊我哋國家主席嘅威水史啊！咁我嗰陣時，我真係唔撚知你哋屌你老味係點撚樣去同你閣下嘅子侄反洗腦啦！咁喺未來嘅一年裏邊，我謹代表鱷魚潭嘅團隊同各位嘅老友記，希望大家冰雪聰明、頭腦靈活，係嘛有批判思考，繼續屌柒中共。我哋視共產黨係我哋嘅仇敵，係嘛？只要共產黨仍然喺個世界上面，大家未來嘅日子都唔會好嚇。呢一個嘅明白到。若要日子好，就要屌共產黨老母。各位 MHK 嘅觀眾注意啦！由2022年1月1號起，鱷魚潭只會上傳到 MHK.TV 嘅網站同埋 Patreon，只供會員收看。每月並會上傳不少於10條嘅影片。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鱷魚潭嘅，可以去下列 MHK.TV 嘅網站付費，同埋到 Patreon 註冊會員。